美国参议院访问团来台湾表态支持各方特别预算。另外，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讲是军兵邀请伊4月去访问。美国总统川普要爱伫伊朗的石油，无排除要摕哈戈岛，风声是加调10万的美军过中东，要拍地面战。有骂美国总统川普的执政，美国议会无往日示威抗议，全美国50个州超过900万人行街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美国的参议院外委会访问团今仔日到台湾，共和党的参议员邝思恒是表态讲支持台湾的各方特别预算。民主党的首席议员谢新也表示，这回访问团是会强调各方预算案的重要性，展现代表的国会拢是注心伫咧维护台湾的自主。访问团下晡也去参访中科院，了解咱军事研发的情形。另外一边，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今仔日早起是开记者会，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伊4月去访问。郑丽文是强调讲要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伊也愿意甲总统赖清德对话。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组成跨党派访团3日透早到台湾，包括民主党首席议员夏欣甲共和党参议员邝思恒等人，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感谢美方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4位参议员长期关注印太区域安全，支持台湾不遗余力，并持续在国会提出联署多项友台议案。是台湾的坚实友人。总统趁机会表示，政府编列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会强力检验，呼吁立法院部分党派共同支持，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访团也表示，华府正关心。We are concerned by the increased pressure from Beijing, including military activity around Taiwan that raises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But from strengthening its defense to investing in resilience, Taiwan is stepping up, as you all know. I'd like to personally endorse the special defense budget and tell you back in Washington, D.C., that my colleagues are watching, that this is importan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as we invest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at you are also investing and that we're in this together. 访团行程率来去中科院参访，了解研发产能，互人当作是台美安全友好关系的深化交流。国防部副部长徐淑俭专程接待，嘛无忘记咧提醒军购的交会进度。While several of Taiwan's recent arms sales requests to the U.S. have completed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others remain pending. We hop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expedite the notification process for these remaining cases, as this would greatly facilitate our efforts to secure funding for the special defense budget. There are still items that we have already paid but not yet delivered. So a legislator would amend to convey that message to senators. 徐淑俭表示，目前印太安全形势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已经是社会主流共识。高以现场展示的天宫防空飞弹系统，强调台湾伫国防自主能力的持续提升，值得朝野各界持续支持。记者采访报道。国防有算无过，咱要甲美国买82套海马斯火箭系统的头期款，今仔日就到期。经过协调，这美方迄边是答应延后到5月底。最近访问美国返来台湾了，台中市长罗秀燕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支持8091条的军国预算，互人认为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无共调。罗秀燕讲，伊的想法甲行政院版本、国民党版本只那淡薄差尔。国民党版是3800加 N， 这个 N 呢是可以增加的，而且增加到多少？我想有赖于行政院跟立法院双方的沟通。我主张浅见的部分要稍微缩小一点，但是无人机要放大。首先感谢卢学院市长他愿意支持我们这些相关的预算，但我这边还是要重申，我们认为这7大项的这个能力的建构缺一不可。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是希望1.25条版本会当完整通过，因为原本82套海马斯火箭系统的第一期款本来30进行爱护，不过经过协调，美国破例同意将付款日期延到5月。引用紧急个案处理的方式，也就是由安和局这边动用它可控基金去先去
支付我们的签约准备所需要的经费。美方给我们概略的时间大概是在5月底，在当年我面对生死交关的压力，可能都没有现在的1/10。政会司长吴文启讲，这摆地震威胁正严重，面对军国员卡关，顶礼拜伫委员会审查时阵，伊情绪较着急。除了海马斯 M109A7 自走炮、发射入米加标签反增加飞弹首期款，也拢是30亿进前爱付。关于首期款的部分，我们也是在跟他商量，4个案加起来大概是需要7900万，900多万的美金。如果能够通过特别条例，那我们送进预算之后，即使预算还没有过，我们那样是不是能够授权我们先行支付？郭立雄讲，4项军购案第一期款差不多是7920多万美金，拢会向美国争取延期。一若5月底条例有通过，抑搁有剩下议员伫咧审理，可能会按照预算法第84条，请立法院同意予国防部先动用这条钱。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除了有力的威胁，咱台湾的科技甲人才也是中国一直想要渗透的。检警这站短短10天，就查到11间非法的中国企业暗中伫咧台湾发展，包含盛邦微电子、华勤技术、安克创新等等，是有真侪间伫咧对华挂牌就企的公司，那像是用假外资的名义来台湾咧挖人才。在安克，你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创办人亲身上场翕校园节目影片，伫上海证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安克创新，伫行动充电领域排全球第2，不过煞涉嫌伫台湾非法抢人才。未来长期的，我们是用机器人来控制机器人。同款出名的中国企业华勤技术，主要伫卖智慧型消费电子产品 ODM， 那是中国去年电子资讯企业第20名，市占率嘛排名全球头名。不过嘛，互人控告伫台湾有非法的业务活动，甚至伫110年的时阵，马龙掠到一届，煞过另外开一间，检调大规模搜查动员上百人，查到藏伫台湾的非法中国企业有2025乌润中国500间企业的盛邦微电子。专攻研发、销售模拟晶片设计，甲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合肥心机微装生产的相关设备，用伫印刷电路板这领域，原来有伫做功率半导体的用极电子科技，也甲阿 Q 科技、苏瑞普微电子、江苏风微科技、德意微电子、北高地电子，伫短短10天就查到11间。大陆公司隐藏中资背景，非法在台设立据点。利用高薪挖角科学园区、科技人才，以及模拟晶片研发、AI 人工智慧视觉检测等高科技技术。中国企业假交外资，也是找国人做伙暗砍中资的身份，无经过许可来台湾设据点，为 IC 设计、PCB、人工智慧产业链有关的高科技人才拢有。不过学者提醒，互高薪升起的同时，若是技术互偷摕去，当初讲好的承诺有可能会跳票。台湾一直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是党国不分嘛，它本质上就是带着民营企业的这个外套，然后呢，他想要增加他们的科研能力也好，甚至是说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好，那就透过这种白手套的方式，建立很多研究院，找了很多研发人才。那个人的这个发展有可能无法度实现。专家分析，为咗中国的企业，无排除有中国政府的势力甲色彩伫咧背后大规模主导，一步一步把咱国的技术拢偷摕去，影响台湾产业优势甲领先的地位，伫国际会失去高科技的竞争力。记者采访报道。中东迄边的战争也未收煞，不过美国总统 Trump 是一直表示讲，伊甲伊朗谈判的效果真好。伊朗是已经答应讲，拜一会开放20架石油船通过荷姆兹海峡。不过，这 Trump 嘛是讲明的，伊是真想要爱伫伊朗的石油，无排除是要摕哈格岛这块岛，而且是要比较委内瑞拉的模式来控制。因为这块岛是伊朗上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地，占90%的出口量。而且，佫会当拍这大只油轮是真有战略价值。风声讲，美国国防部是已经加调1万的美军过中东，要来拍地面战。不过，伊朗迄边也无咧两两，强讲要互这个兵啊，拢变做刷戏的食食。中东的局势伫咧也门青年运动加入战局了后，变得愈来愈复杂。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是对外讲，美国甲伊朗之间的谈判，无论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拢进行甲真好。We've had very good negotiations today with Iran.
getting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should have given us a long time ago. 不过，政府并无停止对中东派兵。我甲大楼下令部署1万位专业训练、负责地面战的士兵，向中东集结。根据伦敦金融时报上新的川普专访，川普讲，伊上想要做的就是摕到伊朗的石油，也搁摕委内瑞拉来比，美国有可能会夺取伊朗的石油出口门户哈格岛。对此，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呛声讲，美国哪讲要谈判，哪准备发动地面战，只要美军发动地面入侵，美国官兵拢会将做破案海底刷鱼的食物。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که معروف به دروغگوترین رئیس جمهور کشورهای جهان شده است و هیچ ثبات فکری و گفتمانی ندارد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 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评估，伊朗生产核武原料部的关键设施。洪达埔淡水生产厂已经严重受损，无法度运作。因啊，有燃料加工厂加钢铁制造基地损害也正严重。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因为不满这美国总统 Trump 的执政，美国已备受真侪社区都有无王室的抗议示威。主办单位就统计，全美国50个州超过900万人行街头，是有超过3300场的抗议。对纽约时报的广场到洛杉矶的市政厅，规街都拢是抗议的人。这场名号做是无国王日的游行，是川普自2025年第2任以来上届大规模的抗议。纽约街头出现真侪真有名的人，包括影帝劳勃迪尼洛，也个州检察长詹洛夏。抗议的人手提标语，写着“卖国王，反对法西斯”，痛骂川普用行政命令的治国，把司法部当作克罪人的工具，严重威胁美国的宪法甲民主。I'm fed up with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and I don't believe in anything that's that this presidency goes for, especially this war. So we're here to participate and also to show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change can happen, and hope is our resistance. 大家才想起，毋是无关伊们，就伫咧明年所达州，进前有2个当地政府员工甲移民赶走，造成2个公民死亡，引起全民愤怒。团结的摇滚歌手布鲁斯·史普林斯汀特别去到第2大城圣保罗市现场演唱为受害者创作的抗议民谣。若退伍军人团体嘛出来抗议，批评川普伫咧选举进前讲的有和平，选举了后说服美国加入去对伊朗的战争，讲一套做一套。And so we're out here because we feel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under threat in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ways. Things aren't normal; they aren't okay. And so we're out here helping keep people safe, make sure their voices get heard. 反对川普的人，毋但伫咧美国尔，伫意大利的罗马，嘛有2万人行上街仔头，因甲款城公路甲封起来。抗议者的政治的头人无要插民意，阁有一寡退休人士甲研究人员拢怨叹讲，这过去一冬是因人生当中上界艰苦的时间。美国伫11月其中选举就愈来愈晚，即马即个民怨是继续滚价，就惊讲对共和党国会选情的冲击是会真大。公司新闻郑威廉编译。中东战争的局势也去牵连到乌克兰、罗西亚战争迄边的势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顶礼拜是去访问波斯湾地区，和沙特阿拉伯、卡达抑个阿联签署10年国防安全合作协议，佮派这无人机的专家来进驻中东，交换国防投资。伫伊朗冲突相关区域安全问题时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阵仔伫波湾地区进行快速的访问行程，包括沙特阿拉伯、卡达、阿联甲约旦，针对波湾国家起予伊朗无人机的报复攻击，泽伦斯基分享乌克兰的无人机拿炸作战技术，成功甲沙特阿拉伯、卡达甲阿联分别签署10年的国防安全合作协议。Говоримо про 10-річне співробітництво. Ми підписали вже з Саудівською Аравією відповідну угоду. Ми підписали тільки що з Катаром відповідну угоду також на 10 років. Ми підпишемо з Еміратами також на 10 років. Це буде впродовж кількох днів. 泽伦斯基即届访问毋但甲波湾国家建立长期的军事友好关系，嘛解决乌克兰的能源问题。泽伦斯基证实，已经甲3国达成1年的柴油供应协议，填补国内每个月70万吨的燃料需求。另外，乌克兰嘛已经派228名反无人机专家到位去协助波湾国家保护关键能源设施。
Впродовж цих 10 років будемо займатися копродукцією, будувати заводи в обох, як в Українах лінії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так і в цих країнах. Вчора домовився про дизель як мінімум на рік. Ось, і далі це питання вже нашої компанії і компаній місцевих. 针对美軍自三個蘇丹王子空軍基地第2次起予伊朗飛彈甲無人機攻擊，造成正貴嘅E3預警機嚴重受損，也有至少12個美軍人員受傷嘅事件。迪倫斯基閣再公開指控，羅西亞利用衛星3解翕美軍基地，閣甲關鍵證據暗中提供予伊朗。伫先援助因為美國伊朗戰爭面臨無確定性嘅時陣，烏克蘭透過技術假證據來換資源嘅策略，想要開出一條新嘅生存路途。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翕飛機起降壯觀的畫面是真濟航空迷的興趣。不過最近澳洲阿德雷德機場要擴建，就有真濟人煩惱講，因過去翕相的所在會無去，或者是講畫面攏互工程炸掉咧。伫南澳省的阿德雷德國際機場是澳洲全國排名第5無型的機場。而且人發到各種國內外航線的班機，除了400毫米到600毫米以上的長鏡頭翕相機，一個手機下載飛行雷達24頂軟體，這種基本的配備以外，航空迷要翕飛機，應該想辦法閃過飛機的牆影，莫擋到鏡頭。Even if it's like a plane I've seen before, it's like, wow, that could actually take off the ground. Mostly gets rid of the fence line, so it's not obstructing the aircraft. 全世界真濟航空迷要去翕相的時陣，攏會揸這種會當凹的樓梯，徛較懸的來翕。因過伫阿德雷德機場即馬要擴建工程，去大型的停車場等設施，比伫機場附近翕相的 fans 講以後要翕較困難。I definitely reckon it's getting harder. Adelaide Airport's expanding, and there's a lot of changes happening. 澳洲廣播公司 ABC 報導。包括雪梨波士頓地機場，攏有專門替航空迷所設的觀景台，方便大家去看飛機或者是翕相。南澳省的航空迷也希望比較辦理，不過機場講無按算這種規劃。We don't have plans for one at the moment, but in saying that, we welcome plane spotters' feedback. 其實全世界航空迷攏會拄到這種情形，像台灣新竹空軍基地西邊，互人叫做米粉蛋空地啊，就真濟愛翕相的人，就會正要翕幻象2000戰機。台北嘅松山機場牆影外口，這個叫做空軍1號嘅景觀餐廳，正挖跑道，有真濟航空迷走來遮翕相。不過除了飛行安全，也引起國安單位佇咧關心。同款嘅情形也出現佇咧歐洲，最近美軍空襲伊朗。有當天轟炸機起降的英國菲爾福特空軍基地，牆影外口有正一人要翕相，也正好奇的民眾等咧要看，因為想要甲比灣一個 B-52轟炸機這麼瓦近的機會是真少。不過英國廣播公司 BBC 等媒體報道，英國警方對人罪引起的交通部隊一個國安紀律發出警告，叫民眾唔通違法翕敏感的設施。公司新聞徐嘉玲編輯。1977年 ，NASA 把這記錄地球文明的金唱片送入太空，明年50週年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特別推出新計劃，收集全球80外國65種語言的人類信息。澳洲的電力博物館要到收集錄音，未來就要把這掛聲錄入去納米晶片送入太空。若是會使留嘅互外太空，你會想要講啥咧？ We're going to say hi to UFOs. So that we are resilient, we are free and creative thinkers, and that we are also like sustainably aware. Can you find me gold in the multi-universe? Hi everyone from space. How fast does light travel? 這是澳洲電力博物館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作嘅 Humans 計劃，互各地民眾來錄音。 啊，這唔是地球人頭一擺留話互外星人啊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1977年 ，NASA 旅行家太空探測器炸一塊金唱片入去外太空。這塊唱片內底有濟關係到地球文明甲生命，也個人類知識嘅重要資訊。內底有數學公式、地球樣貌、世界地圖、人類嘅生命起源等等相關嘅影像。若以後互外星人看到，就會使親像說明書共款互外星人看。啊，這塊唱片會使保存長達10億年這麼久。金唱片佇宇宙流浪40外冬，2030年了後，可能會慢慢失去動力。換 Humans 計劃接手。
将世界各地民众的留言透过纳米技术，将声音用音谱的方式刻伫咧8寸的晶片顶悬。金唱片计划50天的时阵，才阁将这个信息送上外太空，嘛向顶地球人向宇宙展现地球科技的新发展。Some people are leaving poems. Some people are remembering family members they might have lost. Other people are reminding us how good hot chips are. 不管是金唱片还是纳米晶片，拢是保存真济人的知识甲记忆，将这物件送上外太空。若真正有机会，互外星人看会到，就会使将地球的文化，也佮有人类的共同记忆传播出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德国东部的海岸有一只海翁掉伫咧浅水区，已经超过1礼拜啊！这专家是用真济方式，拢无法度好游出去，伊的体力甲健康状况愈来愈歹，真使人烦恼。这是一个真使人烦恼的海翁救援行动。这只大约12到15公尺长的幼海虾提米，点点啊浮伫浅水的海部顶。对顶礼拜1号发现掉伫遐了后，救援行动已经几6天啊。救援人员伫海堡利用卡拖机甲船只制作大海鹰，协助提米脱身。原本已经成功互伊游出去，煞一个游60公里外，搁一摆扩大。Wäre in der Lage, wenn er Kraft tankt, und deswegen haben wir di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ihn in Ruhe zu lassen, tatsächlich auch sich auf den Weg zu machen und dann auch erfolgreich dieses Gebiet zu verlassen. Und das sieht man an der Hautoberfläche. Er hat ja im Übrigen auch。真早伫3月初3，就有人看到提米伫波罗的海海域，不过一直到顶礼拜才出现相关的报道。提米的命运引起德国民众高度的关注。专家推测，提米可能是伫玉溪群的时失去方向，也是伫穿梭期间路线去有偏去。因为波罗的海的海盐较薄，不是海虾自然的栖息地，提米的皮肤已经开始溜皮。Die Haut ist nach wie vor in dem gleichen schlechten Zustand. Es ist aber sehr auffällig, dass das Tier deutlich weniger Aktivität zeigt. Die Atemfrequenz ist deutlich reduziert. Das Tier zeigt keine Bewegung. Es ist auch auf näheres Anfahren hat es nicht reagiert, was es die ganze Woche in Niendorf doch immer wieder gezeigt hat. 目前的救援对策是封锁周边的区域，希望提米会当利用船的体力，家己游转去大海。不过气象预测显示，水位下降大约40公分，环境可能对提米较不利。另外，提米上少就要游过500公里的下水域，才会当安全达到大西洋。这对已经渔猎的提米来讲，是一场真艰难的挑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加拿大甲德国研究团队合作观察海洋生态，竟然发现这加拿大有一笪海域的海底会甲洋鹅来合作掠红鲢鱼。这是科学界头一届发现这海洋的生物竟然咧下物种合作。斗伫洋鹅身躯顶的摄影机清楚翕到头前有海底咧游，了后随看到2-3只洋鹅当咧掠一只红鲢鱼，边仔佫对海底。加拿大甲德国的研究团队合作进行海洋生态观察甲研究的时，发现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域的洋鹅，竟然甲海底合作做伙掠红鲢鱼。What our study has showed is that actually the interactions are quite complex, and that there appears to be a strong coordination in behavior between the dolphins and the killer whales. And the big finding is that both of these species appear to be working together to capture large salmon. 研究人员表示，洋鹅甲海底常常做伙出现伫这个海域。过去几10年，伫这掠鱼航行的船员，拢会当看到这种情形。不过一直无清楚这2种海洋生物是咧竞争，还是咧闪对方。为了收集甲观察数据，研究人员伫海底的身躯顶搭非侵入式的摄影侦测标签，会当翕到海底四周围影像，并且感应标签伫倒位、甲海底深度，抑有海底游的速度。佮结合无人机翕的影像进行分析，因发现洋鹅是掠帝王红鲢鱼的专家，会靠每掠海底倒骹手担任侦察兵，让帝王红鲢鱼，甲因掠起来。伫洋鹅食物件的时，海底下点伫边仔，甲洋鹅食剩的鱼肉合落。It could be that with the dolphins also echolocating with the killer whales, that now you have an array of acoustic sensors that are able to kind of better track the evasive movements of salmon as they try to escape the killer whale's mouth. 科学家佫推测出另外一种结论，认为海底除了伫边仔捡食，也可能咧找洋鹅来做靠山。研究团队表示，目前分析出来的结果证明，这2种无同的海洋生物会当跨物种的合作。也若这种海洋生物跨物种的合作，
甚至是科学界第一届发现，研究团队更加9单为止的观察结果发表伫英国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报告》，按算会进一步观察，解密搁较侪同款是海洋垃圾共生的秘密。公司新闻电视同朋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